市面上呢，一啲高度數嘅防曬啦，一係咧就會黐粒粒嘅，另外咧就會搽到塊面白晒啦，跟住咧亦都會令到你咧會生粉刺啦，有一啲嚴重嘅話咧就更加令到你敏感添啊！今次咧介紹俾你哋咧呢一隻嘅 Lason 嘅一個防曬乳，佢嘅防曬嘅規格咧係最高嘅 SPF 50+ 同埋 PA4+嘅。咁呢個防曬度咧係能夠全面阻隔引致肝老化嘅 UVA 同埋 UVB 添啊！佢最犀利咧係能夠做到擋乾啦、保濕啦、美白、消炎、提亮同埋去皺添。因為普通嘅防曬咧，一般咧就淨係只能夠做到擋乾嘅咋。佢本身咧有一個調色嘅功能，咁所以咧你用咗之後咧，你個皮膚咧就會好自然，好似咧打咗一個咧底妝喺個面度咁樣，去搽落去咧塊面咧唔會油冧冧嘅，令到我哋皮膚咧暗啞深層嘅元兇咧就係因為我哋個角質碳化啦。唔好嘅防曬咧就會令到呢個問題咧更加嚴重嘅。佢入邊嘅成分咧係加入咗呢個奇異果同埋馬達加斯加嘅一個金桔嘅萃取，就係令到我哋個皮膚增加一個反射光，咁而搽上去咧就亦都好高級嘅一個透明感噶。三重嘅大中小嘅一個透明質酸嘅配方，令到我哋咧大小分子都會滲入到我哋皮膚，防曬同時做到補水。因為咧你皮膚冇水分啊，啲黑斑啊彈得好快噶。咁你睇下佢幾體貼。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咧曬完之後好容易紅嘅話咧，佢入邊咧就再加埋咗7種嘅一個草本嘅成分，再加埋紅沒藥醇啊，即時係可以舒緩啦，同埋咧係可以抗炎添啊，順便咧美白埋，仲有咧大馬士革玫瑰係幫你做埋呢個抗皺添啊！出門前1分鐘，你就可以幫你塊面咧 set 翻一個防護盾。如果咧你想要10年之後咧都有一個乾澤美肌嘅話咧，就要試下呢支 Lason 嘅乾感調色防曬乳，就係能夠 keep 住靚靚嘅秘密武器啦。我係 Suki 啊，如果咧你想繼續收到我嘅片嘅話咧，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咧 follow 我哋嘅 page，咁我哋就可以下次見噶啦，拜拜。